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早，欢迎收看今日新历3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中国一间酒店崩落的消息。2018年6月开业的中国泉州新家酒店，在咧武汉肺炎爆发了后，去红列做是爱隔离的一个所在。想袂到昨暗时啊，这间酒店怎熊熊倒去，现场至少有70个人不幸过身，一直到昨透早3点多，总共救出45个人。在咧武汉肺炎爆发了后，新家酒店去互官方列做是区级医疗观察的所在。这栋建筑物有6层楼半，不过唔知是啥物原因，怎熊熊倒去。救援人员即阵破坏建筑物入去抢救，到呾也阁无法度掌握掉伫咧内底的人有偌济。酒店倒去的原因，外界伫咧议，有可能是建商偷工减料所造成的。来看武汉肺炎的疫情，全世界愈来愈多国家受到影响，确诊的人数也一直升起来。到呾今日透早5点，全世界已经超过10万个人得病。美国纽约州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的武汉肺炎疫情扩大，纽约州长科莫宣布，纽约州进入武汉肺炎紧急状态。We have 21 new cases that we found, so we're a total of 76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right now. We have 11 in New York City. 美国28州拢有病例，即嘛总共是超过370例。疫情也探到东方，非洲伫7号暗宣布有2位确诊病例死亡，也有1位加州的死亡病例。在新的时阵，捌坐地震公主号邮轮，号邮轮即嘛有感染危机，船即嘛停伫旧金山外海。初步检测结果有21个人感染武汉肺炎，包括19位船员加2位乘客。All passengers and crew will be tested for the coronavirus. Those that need to be quarantined will be quarantined. Those that require additional medical attention will receive it. 严格判死爱烦恼的，毋那是这台邮轮。前以色列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伫吹拉讲，有2位北基华府参加政治会议的人士确诊感染武汉肺炎，包括美国副总统潘斯、国务卿蓬佩奥等几位政界重量级人士拢有参加这项会议。来看欧洲，东政府意大利初七国增加1247例确诊，新增加36人死亡，是意大利目前一天内死亡人数上多，总共有233人死亡，将近6000人确诊。总理孔蒂宣布要用75亿欧元，差不多台币2500亿纾困基金，帮助企业甲家庭渡过难关。另外，中东的疫情上严重的伊朗也同款挡不了疫情，初七全国的确诊人数增加1076例，总共是5823例，死亡总人数也到145人。有1位55岁国会议员也感染武汉肺炎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即阵国内确诊个案维持伫咧45例，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针对捌来台湾表演即阵确诊致病的澳洲籍音乐家，列出捌和伊接触过的人，计共419个。顶个月底捌来台湾表演的澳洲籍音乐家，登去澳洲时被确定为着武汉肺炎，互国内艺文界是真惊吓。针对这位音乐家伫台湾期间活动行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这阵已经扩大，包含列出419名接触者，包括伊去食饭的店内接触的店员，密切接触者已经采检7个人，其中2个人是阴性，也有5个人伫检验中。几乎所有的吃饭的地方，我们都有相片，都可以看到是谁跟谁。那接触的情况怎么样？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专心的把应该隔离的隔离好，要自主管理的管理起来。另外，包括法国、德国、加西班牙这3个国家，最近武汉肺炎病例快速上升，而且有侪层互相小话事件发生。苹果已经出现稳定的社区传播链，所以讲指挥中心宣布，即日起提升这3个国家旅游疫情建议到第2级警示。即日起，法国、德国、西班牙。3国的旅游疫情升到第2级的警示，请旅客要到当地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指挥中心表示，外交部进行滞留友邦漂流通知，有1名自漂流的美国籍职工疑似为着武汉肺炎，真需要咱方协助采检。随即由新冠病院医师透过视讯技术指导对方采检，结果把检体送到台湾完成检验，加在检验结果是阴性的。台湾 can help
所以这个呼应 WHO、WHA 不把台湾放进去是 WHO 的错误。另外，疫情嘅消息也未少，网络传说海军司令部透过群组发布新闻稿，讲到新兵训练中心有人确定为着武汉肺炎，国防部7号召开记者会澄清是假消息。本部及我们所属单位都不会有发布任何疫情及确诊个案等新闻稿及相关资讯的做法。国防部强调，假信息的新闻稿解释甲海军司令部的新闻解释无同，针对不实的信息来源发布者会继续追查，并且移送相关单位处理。记者慈宏报道。来看，伫咧宣召公主号19位台湾旅客返来台湾了后，隔离14天，即阵经过3摆的采检，加载拢是阴性。昨半暝，这19个人拢会使返去厝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去现场表达关心甲祝福。魔术师陈立生早起行出北部检疫所，妈妈随家揽调咧。宣召公主号19名台湾旅客度过14天隔离生活，通过3摆采检，结果拢是阴性，所以初7透早宣布解除隔离。陈立生特别讲，敢若是重新得到新生，也提出台湾甲日本的检疫师，证明家己健康无问题，也感谢医护人员，台湾防疫作业真完善。我看到日本的检疫的方式，跟回到台湾，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差别。台湾这边这次防疫的制度都很积极、很完善，再三的检疫次数拉到很多，很谨慎。心理上面比较紧张一点，也有医师会打电话来关心我。19名台湾旅客分做2批离开，头一批11个人由亲戚朋友接离开。尤其防疫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来检疫所表达关心，拄好拄到有被隔离者这要生日，所以到店切过2个庆祝。在这里面，其实最辛苦的就是生活的照顾了，还有等待的一个担忧，那这样子身心都把它照顾好我觉得也是功德一件。第2批8位旅客家己返去厝的，也是坐游览车离开。19个人即阵重回自由之身，返去厝了会进行自主管理。公主邮轮是讲，针对宣召公主号，旅客拄到特殊情况会专业退费，包括机票、饭店、陆上交通、花上观光行等这费用，也有提供存票者的相关价值的金额，会将做未来行程来使用。记者慈宏报道。今仔日报纸拢写啥物？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看报纸。先来看《自由时报》。世界卫生组织伫咧初6呼吁各国应该爱把防疫的工作看作是眼前上界要紧的代志。那外界认为武汉肺炎病毒有可能等到热天到位的时就会自动消失。不过，这个讲法即阵也无证据。再来看《中国时报》。武汉肺炎的疫情烧未退，冲击到真侪产业。中国开工的情形也无完全，各行各业拢面临供应链无法度正常运作的状况。再来看《苹果日报》。台湾经营真侪年的胖子厂润英公司，当做尤文虎也有王英这对翁仔某涉嫌向银行借钱，骗走386亿。翁仔某去年伫咧这件代志被控进前，佮旋去美国去互人通缉，因向美国申请移民保护。尤文虎今年1月份去互遣送回来台湾，伊的牵手王英也因为庇护的申请无过关，打算今仔日会去互人遣送回来台湾。再来，咱继续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行政院当日建议翠暗徛名制2.0的政策，按算后礼拜就会公布。交通部也成立防疫的车队，提醒为中国、香港、澳门、南韩、意大利、伊朗这6个国家入来台湾的旅客，除了爱伫咧厝检疫14天，按3月11开始，也袂当坐大众交通的工具，若无遵守，上最会去罚款100万。药局2点才开始卖翠暗，并到这点半，门口就已经摆甲真长的队伍，看袂到前方。虽然排队买翠暗已经成了真侪民众定做的代志，不过总也是希望会当更方便、更较省时间一寡。之前离办公室比较近啊，拿户口名簿去领啊。邮局你看他礼拜6、礼拜天休息嘛，他是不是可以空出一天，礼拜6就是分散人啊？连蔡总统也做起一日之间到药局帮忙分装翠暗，全国6000外间的健保药局成了上好的社区防疫重点。这一阵子要是辛苦了，这个算是做社会公益。
为了提升民众买翠暗的效率，行政院正咧研议翠暗实名制2种控政策。副院长陈其迈伫面册指出，将运用科技大数据结合健保资料库、健保药局分布，改进翠暗的配售方式。毋但实体通路，也考虑虚拟通路。具体内容有加参考定案，上紧12cc。武汉肺炎疫情拖全球，为中港澳、南韩、意大利、伊朗6个国家地区入境台湾的旅客，拢需要伫厝检疫10天。为了严防疫情抗胖，交通部成立防疫车队，部长林佳龙亲自到桃园机场视察。禁止居家检疫者入境之后搭乘大众运输。我们经过1个礼拜的宣导，从11号之后，就会进行依法的裁罚，那是10万元到100万元。防疫车队会落实点对点的接送，也提醒民众后礼拜3起，若是需要伫厝检疫的人，为机场坐大众交通工具转去，依法上悬罚100万。记者综合报道。即阵饭店也有观光业也因为疫情受到袂少影响。台北市劳动局统计到3月初5为止，已经有65间的公司通报要互员工休无薪假，差不多有1700多个劳工受到影响。但彰化市正出名的贵都餐厅，也因为无法度渡过这摆难关，宣布后礼拜1会关店。台北车站4周围旅馆饭店开始有旅馆打出内部修理暂停营业，有的饭店大门锁起来，大厅内底4个拢是款物件怎想啊？为少有原伫营业的饭店，今日去拢无看到半个人客，3个业绩落甲剩1成。大台北团出有6、7间业者准备要上当。尽管政府推出各项纾困补助加振兴的消费券，业者讲实在是袂付咯。现在很多业者已经都撑不下去了，来得太慢了，听说4月会更惨。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大概有6、7家都已经关门了。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到3月初5为止，已经收到台北市65间业者通报无薪假，受影响员工1735人，主要以餐饮、休闲行业加旅行业占一半。减班、休息或者是减少工时的状况。那目前台北市是有65家，住宿、餐饮产业为主。那湘北饭店真凄惨，伫台中阿弟饭店要结束营业以外，彰化已经20年的劳力好餐厅、贵都国际美食馆也在3月初9来关店。主要是我们的合约到期到2月底止这样子，因为要决定歇业是在年前就有考虑。梨花莲市已经有1间旅馆向县府正式提出申请，3月开始员工放无薪假。另外1间旅宿业者正伫甲员工协商，也有2间艺品店提出大量4条73个员工的申请。团体取消其实还蛮多的，尤其是3、4月，也鼓励就是我们员工如果想要请假，我们就放宽。花莲包括夜市租车业、运输业也拢伫看，陆续向县府伫问无薪假申请办法。这个产业若是拢无倒做落去，有股会有上千人无头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政治方面的消息，国民党党主席补选昨断票，亲总派立委江启臣摕到要我7成的票选调啊。但郝龙斌昨尾阿嬷是承认败选，祝福新的党主席江启臣。江启臣也向愿意出来断票的党员说道谢，表示会让国民党改头换面。我将推动国民党的党务组织的改革，从轻地方重中央的倒梯形，转为重视地方的金字塔型，加强地方的布局，让国民党接地气，回应基层的期待。国民党主席补选因为拄到武汉肺炎的疫情，选情是力度无遐尔高，投票率只有35%，是历史上介低。48岁的江启臣摕到要我7成的票，正做是创党以来这票数上介少年的党主席。即阵南韩确诊武汉肺炎的个案超过7000个，伫咧疫情上介严重的地区，即卖也传出伫咧公寓内面出现人甲人集体感染烧话的情形，现此时也全面封锁。也拿日本这边，即阵确诊的人数超过1000个。南韩推了事先调研日本驻韩大使富田浩司表达抗议，随后提出保护措施，初9起暂停日本免签入境，并且将日本旅游警示调升到2级。南韩初7下到新增274件确诊病例，总确诊人数突破7000，达到7041例，累计47人死亡。病例数高些集中伫大区甲庆贺北道。
대구 신천지 신도의 90% 이상이 진단검사를 받는 등 고위험 집단의 진단검사가 거의 완료됨에 따라 대구의 확진 환자는 서서히 안정화되는 추세를 보이고 있습니다. 그러나 일반 시민들의 진단검사 양성률도 9 내지 10%대의 수준으로此外，韩联社报道，东西区大区爆发光顾主体集体感染142位居民中有46人确诊，目前已经将规栋的大楼封锁，实施集体隔离，成为南韩疫情爆发以来封锁主体大楼的头一个。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到初六为止，佫增加99个确诊的病例，28个人死亡。这案例拢是对乌北省来的，这也是按1月21到今头一摆一天确诊的人数无超过100人。中国官方认为，这是因为救治的情形算是有效果。全部都是假的。中国副总理孙春兰西午视察疫情上严重的乌北武汉青山区，和民众抗议防疫作假。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初六马上下令实施感恩教育，灌输市民甲干部爱感恩总书记甲共产党。中国卫健委公布武汉肺炎疫情，初六新增加99名确诊病例，28人死亡拢来自乌北，是1月2日以来头一摆一天确诊在100人以下。其中9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连续14天以上无新增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年轻的医生护士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责任、担当和价值，今天已然成为了新时代共和国的脊梁。中国国务院宣布，武汉每天有1-2000个患者顺利出院，显示救治工作真有效。面对外界怀疑武汉封城的必要性，是解说特殊隔离就是切断画着的管道，爱顾全大局。那什么时阵会使解除相关限制？国务院是回应，离大家所期待迄天未伤久。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并通过你们，向广大脱贫攻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中国防范疫情拖开，也想办法带动国内经济复苏。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各政府坚决克服疫情影响，突出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武汉肺炎疫情拖到香港，港府加强防疫作为，宣布对7月开始，所有旅客入境香港，一律拢爱写健康申报表。一路以嚟咧都係研究緊同埋準備緊呢個電子健康申報，咁所以咧就會喺3月8號咧就係推出啦嚇。港府落實防疫作業，原本敢若規定對中國入境香港旅客必須愛交健康申報表，其中也包括所有入境旅客。記者綜合報道。武漢肺炎疫情繼續在咧拖，在咧新竹市為着要提早做準備，頭一擺結合5間大病院舉行聯合防疫嘅演練。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也去現場視察，表示抵抗病毒，中央甲地方等等下下就愛共心做伙合作。救護車接到疑似病例，救護人員請裝備出動，一路車到隔着透明隔層進行第一步的檢測問診。到最後的隔離階段，每一個動作攏唔敢凊彩。但是中指出，防疫就是作戰，無人會當計劃化。上重要就是全面團結合作，做好準備。我常常喜歡講說，合作才會成功。在地方怎麼樣一個水平的整合，怎麼樣垂直的合作，然後跟中央能夠一起來做。中央絕對沒有辦法做所有的事情，所以要執行面的事情一定要靠地方。另外，陳時中更加呼籲民眾面對病毒分2路而來，包括生理戰甲心理戰做好心理準備，愛謹慎，唔通緊張，更加唔通驚嚇，因為緊張驚嚇對規個防疫無幫助。就好像在打仗一樣，我們連對方的武器的強度跟他散播的地方，我們有時候還不知道。然後社區裡面也許還潛伏了很多的敵人在，我們都不清楚。但是緊張無助於事，準備像今天，我們把它準備好，發生什麼情況，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但是中強調，對抗病毒的同時，正常生活也是愛過，日子也真長。如何地維持日常生活甲防疫工作取得平衡，需要大家合作。記者綜合報道。
伫今日发生群聚感染，台南市宣布全市31座肋骨塔，伫咧清明节连假这段时间禁止民众入去，搭备忘的接送专车也取消啊！真侪民众是拢无认同这个政策。虽然还未到清明节，也毋过趁着假日休困，不少民众提前来制作。但是民众爱特别注意，清明节连假期间，市府管制全市31座公立肋骨塔无开放进入。人家去那乌塔祭拜都是摩肩擦踵，大家祭拜，而且里面空间狭小，你要狭小哈，那你要拜的话也是很困难，所以难免会造成这个武汉肺炎可能会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传染的地方。避免团体感染机会，台南市联动备忘专接车也取消，也毋过复活大悲祭拜犹原维持，发挥嘛未办理，希望鼓励民众分散祭拜。都 OK 啦，因为即马武汉肺炎这个足严重啊！伫外口拜，以往阮嘛是拢伫外口在拜啊。本来就是要拜那个祖先的，对不对？你没拜也没什么意思，你没进去也没什么意思，当然1年才有一次而已。也毋过部分民众认为，清明制作1年1摆。禁止入塔禁令真歹接受，台南市府希望民众多谅解，包括高雄、台北、甲桃园等县市取消清明法会，呼吁民众提前也是延后分流祭拜，立管爱挂吹翁、让体温等控管方式。我们希望说不要超过30分钟啊，我们会视人数的状况而定啊。如果人太多的话，我们尽量就缩减那个时间哈，未来机动的来调配。原则上我们是希望。停在馆内的时间哈，越少越好。高雄市殡葬处看到民众就入塔来，同时备忘专接车每台限制20人，降低民众近距离的接触，应付武汉肺炎疫情，兼顾慎重对外方式，国家爱做好自身防护。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大量生产翠暗。一个中华社头专门做尾仔的厂商，即马全面改做互人藏翠暗的套啊！厂商也表示用米仔布做的这翠暗成本较低，而且人挂起来也真舒适。这个工订单的量是大大增加。期待一直运转，工作人员保养确认品质。中华社头的纸尾仔大厂产线完全拢是生产丝尾仔，也毋过目前欠翠暗，连带互翠暗套需求增加，工厂将产线做改变。设定它的那个规格，那做前后的这个直接缝口起来，机器就可以做出这样设定出这样的一个造型。将机器重新设定，针对长度裁切了后，就成了翠暗套。纸尾仔厂表示，欠翠暗带动翠暗套需求，也带来不少订单。目前已经将生产线7成用来生产，估计一天会当生产40万片，比用手天的翠暗套成本较低，保护性也提升。因为那种会比较厚。戴起来时间久之后，会觉得，有窒息的感觉，就没办法呼吸。这种完全不会有那种感觉。纸尾仔工会理事长认为，台湾的纸尾仔产业长期受到中国製尾仔影響市場，歹品質也拍歹市場的信任度。因為疫情，互來自中國的產品甲原料攏停落來，正是本土產業的復甦機會，應該更加愛強化體質。記者綜合報道。下半晡的天氣如何？咱做伙帶鄉親來看各地頭詳細的氣象資料。北部18度到26度，中部19度到29度，南部21度到30度。東部19度到27度，金馬平湖14度到26度，還有未來3天的氣象。感謝鄉親收看今日的早起新聞，咱明仔載講這個時間再會。